再生水用，要唔要做手續申請㗎？唔使，再生水開始供應後，我哋呢度嘅沖廁同綠化用水就會自動轉為安全衛生嘅再生水，唔使申請同額外處理㗎。到時水費單會列明飲用水同再生水嘅使用量同金額，按總金額繳費就得啦。交費方式同平時一樣㗎。再生水無色無味，安全衛生，無需申請，又一齊繳費，真係慳水又方便喎。提埋你啊！石排灣嘅樂群樓、居雅大廈同業興大廈都用到再生水，但安順大廈較早期落成，冇再生水管道，所以用唔到㗎。為落實國家雙碳目標以及提升電動電單車普及率，特區政府現推出淘汰汽油摩托車並置換新電動摩托車資助計劃，資助對象更擴大至本澳所有有效註冊嘅汽油電單車車主。申請期由即日起至2030年10月14日，越早申請資助金額越高。符合資格嘅車主快啲嚟申請啦！詳情可瀏覽環保局網頁或微信公眾號。上車落車要留神，緊握扶手勿輕心。交通廳呼籲市民為確保巴士乘客安全，上車後請緊握扶手。市政處提提你，供應或使用未依法需售檢疫食品，最高可被罰款60萬。而家時間係朝早9點。澳門電台一節新聞簡報。衛生局舉行醫務界應對尼泊病毒感染座談會，醫療業界同團體等超過100人出席。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表示，儘管印度同本澳相距較遠，但國際交通便捷，人員往來頻繁。如果曾經